係一路循環不斷的供應。作者青蘋果，愛萬民靈修分享。住棚節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着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來。這是耶穌基督在聖經神嘅話語中宣告。神創造許多自然循環，為人類提供不斷的循環資源，正如地的熱能是我哋發現另一個循環系統一樣。耶穌基督的愛也如同活水，等在你來品嘗。研究聖經，認識我們這位創造萬物的神吧。認為自然循環是上帝的觀點，在許多宗教中有的體驗，尤其是在基督教中。基督教的聖經中，創世紀描述了上帝設立晝夜、四季以及生命本身的循環。從象徵意義上講，許多人將水循環、季節更新及生命的生死等自然循環視為上帝神聖秩序和智慧的體現，即使他們並非直接的創世敘事。神嘅創造循環係要嚟生生不息咁樣供應我哋一切的需要。親愛嘅上帝，感謝你設立許多嘅循環系統，令到我哋生活需要各樣嘅資源都能夠生生不息咁樣供應俾我哋無盡嘅資源。你嘅恩典何其大，每日嘅供應令到呢個世界上全人類都得以維持佢哋嘅生命，更加添即係俾耶穌基督俾我哋，幫助我哋有永生嘅希望。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